Hello，我李家國梁生啊，今日同大家嚟到 YOHO Midtown 睇一個連天台特色單位，係有私人泳池嘅，實用面積1231尺，我哋快啲嚟睇下。呢度係個私人泳池，係連成個私人天台㗎，有洗手盆，仲有一個大平台。先入到客廳，呢個大廳非常之闊落。呢度就係廚房，連工人套房。呢邊有一個好大嘅睡房，大落地玻璃加一個對流窗。呢邊係客人廁所。浴缸設計，第一間細房，第二間細房，呢間就係主人套房啦。L 型轉角大窗，望到好靚嘅山景。主人房洗手間，除咗有浴缸，仲有企缸㗎。呢邊就係單位嘅大門啦。如果你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一齊上嚟睇下。